今日帶大家去荃灣食嘢，呢間店叫留八，喺荃昌中心。佢有3款甜品，第一次去呢間鋪頭就係為咗食呢一款叫蕉嘅甜品。條蕉一半係雪糕，另一半係新鮮香蕉，蕉皮係朱古力，側邊有塊朱古力班戟。呢一款叫石頭，第一眼見到覺得好核突，味道麻麻地，相比之下蕉好好多。其他主菜都唔差，我覺得最好嘅係番茄香草牛肉意粉。跟住我哋去荃新天地1期，呢間店叫自己人，係食潮州菜，不過我鍾意佢嘅港式點心多啲，正常酒樓點心味道，但係樣靚，泡泡蝦餃非常脆子。呢間店另一個好處係座位多，人少，坐得耐都冇壓力。同樣喺荃新天地1期，如果想食漢堡就嚟呢間。如果想食西餐就去呢一間。呢度嘅黑松露多士同埋炸薯條都好食，其餘都唔差，但係平日嘅價錢同假期嘅價錢呢，爭好遠嘅。想食三文治、沙律就去呢一間，優點係品質穩定，次次去都係嗰個味道。慢煮雞胸沙律、煙三文魚牛油果碎蛋沙律三文治，我成日食。想食越南法包可以去呢間，喺荃興徑，不過要等好耐。如果想食中菜，我就會去莆田。呢度係南豐紗廠，佢最大嘅優點係冇連鎖店，佢有個展覽廳，久唔久就會轉題材，而且係免費。另外，佢係一個寵物友好商場，唔鍾意貓狗嘅人就千祈唔好去啦。相片中嘅店係全個商場最唔起眼嘅店。